去啟德睇 show， 宋皇台定啟德站近啲？為咗認真對待今次嘅實驗，我哋決定兵分兩路，行去啟德主場館，就睇下邊一個站出近啲。啟德宋皇台去中央廣場，開始。夏天最憎咧就係出晒汗，有一個勁大陣味咯，勁臭。宋皇台去中央廣場入口8分44秒。啟德站9分49秒。啟德站。宋皇台去 B 站口開始。香港呢啲天氣咧，又熱又曬又濕落落，啲衫咧成日黐住啊！宋皇台去 B 站口4分30秒。啟德站13分鐘15秒。啟德站。宋皇台去 X 站口開始。呢條路我哋行第3次啊！宋皇台去 X 站8分56秒。啟德站18分鐘01秒。一流。宋皇台去3個站口都係最快。揾啱路線，着啱衫就唔怕身水身汗。調查發現72%嘅人擔心出汗問題。Uniqlo Aerism 系列吸濕排汗，質地柔滑，仲控制異味，咁就全日清爽無汗味啦！